近年出生率同學生人數持續下跌，學校同老師均面對龐大嘅教學以及收生壓力。呢幾年，學校需要找尋自己嘅定位，並且持續發展。樂師作為學校以及老師嘅最佳夥伴，一直陪伴並協助學校同學校同行。上年個中華文化節搞得唔錯，今年咧，我想再豐富一啲，等啲學生咧可以咧學多少少嘢嘅。收到。成日都話要喺課程度加入中華文化嘅元素，教學工作已經好繁重，仲要成日構思點樣喺課程入面加入唔同嘅元素。你係咪都遇到同樣嘅問題？不如睇下秀茂坪天主教小學點講啦。教育局近年係非常之重視中華文化教育，為教學帶嚟咗新嘅挑戰。樂師中文補充正正就係針對教科書嘅重點編排，支援老師通過教學練鞏固學生語文基礎。其中閱讀理解嘅題材更加包括中國歷史故事同埋非遺文化等等，等學生喺趣味之中增強對中華文化嘅認識同埋認同。樂師嘅成語補充唔單止教授成語嘅意思，亦都融入咗成語典故，引導學生去了解中國歷史同埋傳統哲理，學習正向價值觀同埋人生智慧，成為提升學習效能嘅有力工具。呢幾年我哋學校收生都好多元化，佢哋嚟自唔同嘅地方，所以英文水準都比較參差。嚟緊新嘅學年，我想將個目標定喺點樣可以幫到啲學生，同埋點樣可以提升翻學校整體嘅英文水平。冇問題。收生多元化係好多學校都遇到嘅問題。如果要集中提升個別科目嘅整體水平，特別係英文科，可以點樣做呢？一齊睇下聖公會聖米迦勒小學有咩應對嘅方法。我哋學校用咗樂師嘅補充練習，為唔同能力嘅學生提供咗完整嘅學習架構，學習目標非常清晰，對老師同埋學生都非常實用。而樂師亦都針對學生嘅需求，設計唔同程度嘅練習，通過分拆細小嘅學習重點，進行診斷性嘅評估，有助提升聽、說、讀、寫以及英文文法嘅技能，並且能夠及早解決學習嘅困難。樂師補充練習涵蓋價值觀教育、生命教育、中華文化以及科技等新嘅話題，而亦都兼顧咗考試新嘅題型。我哋見到學生都有明顯嘅進步。嚟緊我哋嘅開放日定咗喺9月中。遲啲副校長就會同大家開會傾下有關宣傳同埋活動嘅安排。嗱，今年我想將個宣傳重點咧，就放入我哋個學科咧，就融入咗呢個電子教學裏邊。而喺開放日當日，大家可以同家長咧多啲互動，加強翻佢對學校嘅印象。非常認同。點樣喺眾多學校中脫穎而出？點樣利用電子教學解決學習多樣性嘅問題？一齊聽下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有咩好嘅方法。學習多樣性一向係學校重要嘅議題。我哋學校就係用咗樂師 A+ 智能學習平台，平台可以因應學生嘅能力調節練習嘅難度，而且平台入邊有豐富嘅教學資源，同教科書嘅內容編排一致，仲可以跨年級使用，滿足唔同程度學生嘅需求。咁其實我哋學校咧都沿用咗 A+ 好多年㗎啦。我哋利用 A+ 咧都取代咗我哋傳統嘅補充練習啦。咁我哋老師咧可以根據學生嘅能力咧，將佢喺 A+ 入邊分成唔同嘅組別，咁派發一啲唔同等級嘅功課咧，俾佢哋翻去做一啲課後延伸嘅。咁除此以外啦，老師都可以咧根據翻 A+ 入邊嘅報告，令到學生咧學得更加輕鬆之餘咧，都讓老師可以更加輕鬆快捷咁樣咧跟進翻學生嘅學習表現嘅。我哋今年升中嘅情況非常之理想。嗱，針對翻 AT 同埋 PS1， 大家有咩可以加強啊？PS1 係各學校都非常重視嘅考試，點樣可以令班同學準備得好啲，考試嘅時候又發揮得好啲呢？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就有一啲心得同我哋分享啦。Hong Kong AT 一直係我哋學校比較注重嘅考試之一，但係考試嘅難度比較大，學生都感到比較吃力，所以我哋學校有使用到樂師嘅 Hong Kong AT 模擬試題以及 AT 嘅工作坊，
可以培訓到學生嘅解題能力，配合翻日常嘅教學進程。Hong Kong AT 嘅分類模擬練習以及 Hong Kong AT 嘅2合1題型，絕對可以幫到學生去應付翻考試嘅所需。而樂師嘅出版，佢哋嘅題型咧都非常貼近每年最新嘅出題方向以及最新嘅年份，可以好有系統咁去培訓到學生佢哋嘅應試能力同埋解題能力。咁我相信學生使用咗樂師嘅 Hong Kong AT 練習同埋工作坊，絕對可以幫佢哋可以應付到 AT 考試所需。你需要更多教學上嘅支援嗎？樂師幫到你。